各位同學大家好，又係星星老師和你講中史。好，呢一節標題係八國聯軍之役，但係其實呢個八國聯軍之役咧就涉及咗之前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就係義和團事件。呢度都有義和團事件。咁咧就如果單睇八國聯軍之役就八個國家打中國咯，咁樣好簡單。但係如果你睇埋義和團事件，就知道點解呢八個國家咧會聯手打中國。之前咧英法聯軍都係兩個國家啫嘛，係咪？好啦，嗱先睇呢個前言先啊。晚清嘅時候咧就列強就交侵，好列強交侵咧就令到咧中國人覺得自己會可能咧就俾人咧係佔領啊、侵略啊，係嘛？所以有民族嘅危機啊。當然最直接啦，呢個割地賠款等等咧都有經濟上嘅危機。好啦，咁有部分民眾加入義和團。呢度列強交侵咧，就同學溫下書先啊。列強交侵包括啲咩重要事件咧？第一個就係1840年嘅鴉片戰爭，跟住16年之後咧就有英法聯軍之役，兩個係事件都要連埋睇嘅，因為有啲書話係叫第二次鴉片戰爭啊，英法聯軍之役。好啦，咁就我覺得咧就英法聯軍之役就好啲嘅嚇，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咧就即係同之前嗰次鴉片戰爭咧好有關係啦，係咪？話佢冇關係唔係啊，話佢好有關係又亦都唔係，因為亦都係有佢個別嘅特別嘅原因而出現咗第二次戰爭。好啦，兩個戰爭咧相距就16年啦。好啦，跟住英法聯軍之役之後咧，咁咧就清朝有個叫洋務運動。嗱，呢個就唔係打仗，所以我咧就用藍色。跟住嗰場戰爭咧，就唔係同歐洲列強打仗喎，係同日本打仗喎，就甲午戰爭嚇日本。咁日本本來咧同中國處境係差唔多嘅，就即係咧歐洲列強嚟到嚇歐美列強啦，連埋美國就歐美列強嚟到日本之後咧，亦都係打日本嘅，日本亦都係打敗嘅嚇，都係咧就簽呢啲不平等嘅條約啊，即係中國喺清朝啦，咁同埋一個日本咧個處境係相似嘅，咁亦都大家相似咧，就係中國咧就行呢個洋務運動咧，就作為一個自強啦，即係令到自己強大。而日本咧就行呢個明治維新咧，係令到自己咧就係現代化，即係令到自己強大都係。咁啊，中日咧最後結果咧兩個咧就打上嚟。咁就呢個甲午戰爭。甲午戰爭之後咧，日本就攞咗好多嘢嚇。咁日本咧，因為近呢個中國啊嘛，咁所以咧就係攞咗好多嘢。咁包括咗係啲土地啦嚇，咁就咧遼東半島啦嚇，咁呢個台灣啦同澎湖列島等等。好啦，咁就列強咧就覺得日本攞晒喎，於是大家一齊咧嚟瓜分中國。嗱，我覺得咧呢個八國聯軍之役咧就由甲午戰爭去到呢個位置咧，就開始有啲關係啦，即係呢場甲午戰爭同八國聯軍咧開始有啲關係。咩意思咧？就係甲午戰爭嘅影響係觸發到呢個八國聯軍之役。好啦，甲午戰爭第一個影響就係列強瓜分，令到中國咧就當時啲民眾咧對個外國人咧係咧就非常之反感。嗱，大家同學要睇一睇即係睇睇呢個成個事件嘅嗰個嘅過程啊，年份啊，你見到呢一度38年咧，就其實比較和平。咁點解？其實當時洋務運動咧，係當時咧就係清朝咧係請好多外國人嚟咧，係幫手建設呢個中國。當然外國人咧就都唔係幫你嘅，即係做生意啫，有錢賺嘅啫嚇。好啦，但係無論如何點都係令到中國係現代化咗，無論係經濟還是軍事上。所以其實咧，呢38年咧係比較和平嘅。而38年開戰咧都唔係歐美列強，係日本嚇。但係同日本打敗咗之後咧，歐美列強咧就驚日本咧就立咗立晒中國利益，於是咧就一齊嚟瓜分。好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令到中國同呢個歐美列強係再次有呢個嘅衝突啊，即係個衝突再次升起。嗱，咁就由呢個當時咧係曾經係合作
即係起碼朝廷嘅合作啦，民間都未必咁中意外國人嘅，因為外國人咧就拜上帝啊嘛嚇，而家中國人咧就拜祖先，大家咧覺得係唔同啊嘛嚇，因為當時人嚟講就冇咁有呢個咩啊叫做寬容大量啊，咁就咧就覺得我拜祖先係啱嘅，你唔拜祖先就唔啱啊，即係同我做嘢唔同，你就係唔啱嘅，即係大家唔諗嘅當時人。好啦，咁呢個嘅咁啊，當時咧就好翻返轉頭啦，咁即係去到呢個瓜分嘅時候咧，令到咧就係中國人咧嗰啲民眾咧對呢個列強咧個反感係增加。好啦，再加上咧朝廷嗰度咧，亦都係咧係被視為咧係點講咧係要改革啊！出現咗兩班人咧，覺得個政治要改革，一班人就維新，就係改革清朝政府即係學啲日本咁樣行呢個君主立憲。而另外一班人咧就孫中山嗰班咧就覺得清朝冇得救噶啦，就要推翻佢。咁呢兩班人嘅出現咧，都係因為甲午戰爭戰敗而出現咗呢個呼聲嚇。好啦，咁就跟住發展點樣咧？就係後來由於慈禧就唔滿意呢個維新派嘅行為，佢覺得咧嗰班漢人幫皇帝行呢個改革咧，其實威脅咗滿洲人嘅利益，滿洲人嘅統治，即係威脅咗個政權。當時滿洲人就係中國，中國就係滿洲人嘛。你威脅咗滿洲人嘅政權，就即係威脅中國安全啊嘛。咁喺咁情況底下咧，就係取消咗維新運動嚇，咁並且捉埋嗰啲人。但係呢度係後邊嗰個課文講嘅啊，咁所以咧就呢個提前講咗先，因為維新運動嘅結束咧就係八國聯軍之前發生嘅，咁所以咧呢個係有啲關係嘅。咁維新運動咧之後即係完結咗之後咧，咁咧就發生呢個八國聯軍之役。好，咁我哋咧就翻去原課文咯。好，原課文。好啦，咁當時咧就由於呢啲情況裏邊咧，好多人加入咗義和團嚇。排外活動就係義和團係排外，即係咧反對個人。點解？因為當時咧係過咗呢個瓜分之後啊，啲列強咧嘅人咧就似乎咧就要將中國劏開一件件咁樣。好啦，而當時義和團咧係標榜扶清滅洋。嗱，留意頭先我喺隔離嗰張紙咧就指出就係當時喺呢個嘅甲午戰爭之後咧，有兩班人咧就提出改革，一班咧就維新，一班就革命嚇。革命就孫中山嚇。好啦，咁就而當時咧就係革命嗰班人係推翻滿清嘅要。好啦，咁而咧呢班嘅義和團咧，佢係要扶清嗱，即係咧佢哋係保存清朝的統治嚇，保存呢個滿洲人嘅統治。佢個目標消滅目標就係洋人。好啦，咁就你睇下慈禧太后，即係滿洲人統治個阿頭啦。當時真正掌權的就慈禧太后啊，就唔係皇帝。皇帝光緒係冇權噶，慈禧話事。好啦，咁當時佢如果係喺民眾嗰邊咧，已經有一班人係革命噶啦。咁當時佢哋都知噶啦。咁亦都有一班人咧，就係會扶清。咁佢當然會較為中意或者親近呢班扶清滅洋的義和團啦，係咪？兩班人比較底下。好啦，咁就但係呢個嘅義和團咧，其實佢最原初咧係反清噶。不過呢個後邊先講啊。好，咁我繼續講埋下低嗰度先啦。好啦，喺慈禧太后同埋搜救官員啊嚇，咁呢本書嘅嗰個用詞上咧就係總之喺慈禧嗰邊就叫搜救官員嚇。咁就搜救係一個負面詞語啊。咁其實呢班所謂嘅搜救官員就即係支持慈禧咁解嘅啫嚇。好啦，佢呢兩班人嘅支持下咧，嗰啲義和團喺呢個山東直隸就咧係破壞一個教堂，殺害一個洋人。問題嚟啦，外國人喺中國土地裏邊咧係被無辜殺害，咁外國人應該點做咧？就要同中國政府講，喂，你要查件案啦咁樣。如果中國政府同佢講，我唔查嘅喎，或者
冇事發生啦，呢個冇所謂啦咁樣嚇，我唔跟進嘅喎咁樣。咁喺咁情況底下，外國人會點做咧？你唔跟進就我跟進，因為係我國民嚟嘅嘛咁樣。咁所以咧，咪令到八國聯軍咧係入侵中國去平定呢個亂事，因為佢哋覺得就係，喂，你清朝你唔搞呢件事，我啲外國人，我啲國家嘅人咧喺你嘅土地裏邊咧係被殺，你唔處理就會越嚟越多我國家人死啦。係咁情況底下咧，你唔制止，我去制止，咁於是咧咪派軍隊入嚟咯，派軍隊入嚟制止呢個嘅自己嘅國民咧係被殺嘅情況。好啦，因為你制止唔到嘛，或者你唔去制止啊嘛咁樣嚇。好啦，當然啦，咁亦都帶住一個情緒與憤怒啦嚇。咁所以咧就係再次咧係中國再次受呢個列強欺凌啊嚇。咁就咧就即係打佢咁樣。但係留意個道理就唔係完全喺晒呢個清朝嗰邊嚇，因為清朝嗰邊佢唔去理會呢個外國人喺呢個中國土地裏面被殺呢個情況。好啦，繼續去話，好咁啊，逐點講啦。頭先啲前言嚟嘅啫啊。好啦，八國聯軍之役嘅背景嚇，即係點嚟咧？之前發生咩事咧？八國聯軍之役之前首先就民族危機加深嚇，即係咧中華民族咧有危險啦咁樣嚇。原因就係咧頭先講過，就係呢個瓜分嘅問題啊。再推之前就係鴉片戰爭啦，係咪？話鴉片戰爭以嚟咧，裏邊咧簽咗好多不平等條約啦，又割地賠款啦，喪失權利啦咁樣嚇。咁最後喺呢個嘅甲午戰爭之後咧，列強咧喺中國租借港灣劃分稅範圍，呢個先至係最緊要。當時令到好多中國人咧覺得哇有危險喎，我哋國家嚇可能亡國喎咁樣。好啦，咁咧就深入內地傾銷商品，即係外國商品咧喺中國土地裏面咧就出售嚇。咁有咩問題咧咁樣嚇？即係其實咧，譬如舉個例子，我當衣服為例啦咁樣嚇。如果買咗外國一件衫嘅話咧，你就唔買中國自己本土製造嗰件衫噶啦咁樣嚇。咁所以中國本土製造嗰啲嘅工人咪失業咯嚇，即係冇人買佢嘅衫啊嘛。咁咧最簡單嗰個嘅道理咁樣。咁所以咁情況咧就影響咗國民個生活水平啦。當然有錢嗰班人就冇影響嘅嚇，窮嗰班係受影響最大嘅。好啦，咁修築鐵路、開採礦山呢啲權利就俾外國人啦咁樣嚇，令到進一步控制中國經濟嚇。因為當時中國技術冇咁好啦，如果中國技術好嘅話咧，佢可以修晒鐵路啦都得啦，係咪？但係咧而家冇佢咁好啊嘛咁樣嚇，咁所以咧就令到個問題越嚟越嚴重嚇，民族危機不斷加深情況底下咧，民眾咧就排外啦，就覺得唔中意外國人啊，導致中外呢個衝突咧就再次發生。即係呢個覺得自己係俾人蝦啦，簡單嚟講，民族危機就係。好啦，跟住第二，民生日益困苦。好，五口通商之後咧，洋貨就傾銷內地，頭先講過啦嚇，造成一手工業破產。咩意思咧？啊，講埋下低一句先解釋啊。農村經濟咧就係凋敝，就即係咧就式微啊，冇錢賺啊，窮啊，越嚟越窮啊，簡單嚟講。咁農村經濟咧，大家同學可能聽過咧。中國傳統嘅社會就男耕女織嘅。咩叫男耕女織？男子咧就耕田啦，體力勞動；女子咧就係喺屋裏邊咧係織布。織咗布之後咧就出售俾咩人啊？俾啲當地嘅相對有錢人啦嚇，即係農村人比較窮啊嘛嚇，咁佢織個布咧就出售咧，通常俾啲即係啲地主啊，有錢啲嘅人。好，但問題咧，洋貨嚟到洋布即係外國人的生產步伐啦，又平又靚。咁點解？因為工業生產係咪時髦一啲嚇，摩登一啲嚇，新穎一啲嚇，潮流一啲等等。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啲土布即係男耕女織嗰啲布咧，就冇銷路咯喎。土即係本土出產嗰啲土布冇銷路。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男耕女織裏邊咧，本來兩邊有收入，變成得翻一邊收入，咁跟住經濟咪唔好咯？得唔得？成個邏輯就咁樣。
你唔需要記我説明的內容㗎，因為考試咧唔需要答到咁仔細。但係你要明到呢幾個關係，就要即係聽我講呢頭先嗰段嘅説話啦嚇。即係頭先我呢係解釋嘅關係。好，另外一方面啦，近代嘅水陸交通工具咧，如輪船、火車興起。嗱，呢度咧本書就解釋咗啦，我就唔需要再詳細解釋。令到大批船夫本來撐船幫人渡河嗰啲人啊，咁樣就運貨嗰啲人就失業。好啦，咁喺咁情況咧，變咗你見到農村亦都係有人失業。好啦，咁而呢班就從事呢個叫做物流啊，人流物流嗰班人咧又失業，咁所以咧就越嚟越差啦生活啦。咁佢哋好多時就遷怒於洋人同洋貨嚇。咁就即係如果冇呢啲洋人嚟到，冇呢啲洋貨嘅話咧，咁基本上就我哋唔會咁樣啦嚇，回復翻舊時嘅平靜的農村生活就冇問題啦，咁樣係咪？好啦，咁喺咁情況，大家係遷怒緊呢啲洋人洋貨嘅時候咧，咁於是咧就係排外啦嚇，最後結果累積有人組織起上嚟咧，就出咗呢個義和團呢個嘅反洋人嘅組織。咁最後結果因為義和團嘅緣故咧，就出現咗八國聯軍之役啦。好啦，咁就跟住落去係第三點，文教衝突頻生。呢個文教衝突即係講緊教案，有關教士的案件嚇。好啦，鴉片之後咧，咁咧清廷廢除咗禁教令啦，允許外國嘅傳教士咧嚟傳教啦。英法聯軍之後咧，就更加允許傳教士去內地傳教添。去到內地傳教乜意思啊？就即係招攬中國人作為教徒啦。你要明白一樣嘢，中國人嘅傳統嘅信仰咧係拜祖先，咁而外國一般嚟講就係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啦。咁佢哋咧就不拜祖先，已經係有基本上嘅衝突㗎啦，已經係。好啦，而當時咧，呢啲傳教士由於係英法聯軍之役嗰個殺咗個馬禮神父嘅問題啊嘛，咁咧就朝廷咧係要保護呢啲傳教士嘅人身安全嘅。好啦，咁咧就教會喺個安全環境底下咧，教會咧就慢慢咧就日益滋長啦嚇。咁唔止教士教民咧，甚至即係總之你要明白就係始終宗教人士都有好多啊，係咪？有好有壞啊。咁亦都有啲人恃勢凌人欺壓良民啦。咁出現咗教案，關於呢個傳教士的案件就越嚟越多。好啦，咁啊大家同學咧就睇睇呢個嘅説明啦。呢個係叫反洋教書文揭帖説，即係呢個內容咧就一定係反洋人㗎。咁我睇下佢點描述個情況，呢啲反洋人的人寫嘅書點描述呢個教案情況啦。佢咧就咁講啦，咁樣嚇，咁就當時咧就係晚清各地咧教會咧有唔少因為咧教民咧作惡而造成嘅。咁教民好多都係地方嘅流民啊，即係啲唔好嘅人啦，咁之下即係遊手好閒的人啦嚇，唔係安分守己的人啦嚇。信奉基督宗教只為倚仗教會勢力欺壓別人，做啲不法嘅勾當啊，強佔人妻、侵犯人產啊，咁就總之乜嘢都壞事做盡。不過你明白呢本書嘅立場就係反洋教，即係總之要鬧衰呢個洋人嘅教會嚇，鬧衰嘅一本書嚇。咁所以就話喺佢個咁描述啦咁樣。咁咧就有冇啲教士真係做得唔好嘅？係，我相信會有嘅嚇。咁有冇教士係好嘅？我都相信會有嘅。好，咁啊繼續去咯喎。好啦，有啲地方官咧，好多時為事啊，就遷就外人咧，冇去公平處理呢個民教嘅衝突，即係人民與教會啦嚇。教案咧發生咧，與民眾對西方文化同埋教會嘅認識不深咧係有關係嘅，出現咗誤會啦。呢啲誤會都可大可小嘅，你睇下下低嘅注釋，好，1870年天津教案啦，因為民眾對教會誤會產生，
好啦，當時咧就全民教會創立育嬰堂嗱，育嬰堂本來照顧啲 BB 啊咁樣係一個好事嚟嘅，但係咧俾啲民眾話咧係要拐帶啲小朋友，拐帶完之後咧就要挖佢隻眼、剖佢心嚟製藥，咁咧就經過清廷嘅調查之後咧係冇發現到佢哋有做呢啲嘢嘅。咁民眾咧覺得哇，你調查不公喎咁樣嚇，調查不公，即係偏幫我你偏幫我咁樣嚇。啊，於是咧就包圍教會抗議，咁殺死咗嗱，又殺人啊，殺死咗呢個法國領事同埋一啲洋教士數十人啊，咁啊就個幾月先平息。好啦，如果你了解多啲當時咧就外國傳教士嚟中國嘅背景嘅話咧，咁咧就其實你會接觸到一個名詞叫醫藥傳教。醫藥傳教咩意思？就係教士亦都係醫生。好啦，教士或者係識有醫學嘅常識。咁大家同學，如果你去啲醫務所度咧睇，即係有病啦，去醫務所度，你可能會有時咧會見到醫生後邊掛住一啲嘢，包括一啲骷髏頭骨嗰啲嚇。咁佢咧就試過咧，就醫生解釋俾我聽。嗱，你傷風感冒咧，其實係邊個位置啊？邊個位置咁樣攞個人頭骨出嚟？嗱，呢個位置咁解釋俾我聽。好啦，咁就如果假設你係知道你學校有實驗室噶嘛，我唔知你學校實驗室有冇啲啊？可能有一樣嘢叫標本，咁學校啲標本就可能係啲青蛙啊嗰啲嘢啫咁樣嚇。好啦，咁就但係如果假設作為醫生咧，有機會啲標本就係人體嘅器官。好啦，喺咁嘅情況，大家同學就明點解佢有咁嘅誤會。如果假設佢係知道教士啊嗰啲係有醫學背景的教士，佢哋咧有啲標本喺個後室嗰度。咁喺咁情況底下咧，佢又做埋一個育嬰堂喎。咁你將兩樣嘢連埋起上嚟，咪出現咗啲教士係挖眼啊、剖心製藥呢一個諗法。好啦，咁又總之嗱，呢啲咁嘅事件咧，你唔需要記嘅考試。咁你知道咧，佢其實咧係好多誤會，解釋緊呢頭先説明咁多嘢，就解釋兩個字啫。佢係啲咩嘢嘅誤會？好啦。有啲誤會令到民眾同呢個教士係勢不兩立，教士欺壓同民眾對教會嘅誤解咧，令到民間嘅仇外情緒咧係越嚟越嚴重啊！所以好多人咧有個團體義和團話，我哋要對付外國人，就即刻加入啦嚇，咁出現咗個變亂。好啦，咁睇下先，咦，仲有成2點喎，但係咧我已經係用咗22分鐘咯咁樣。咁就一節書唔可以太長啦，咁咧就我今呢度暫時告別，拜拜。哎呀，用錯筆添。